more time, tell him. No throne without a cross. That's no sacrifice. All this you did for me. No meal without. There's no sacrifice without your blood. All this. No throne without.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平安。我们要来进入罗马书第29天的共读。那在3天我们就把罗马书读完，也读完今年的2024年的共读。在2025年的1月、2月，我们会用灵修笔记的方式来邀请弟兄姐妹一起继续来共读神的话。那也会在我们今天的主日的周报上面来帮助我们怎么样来开始做灵修的笔记。那主要就是用15分钟的时间能够来读经文，然后挑金句，那写感受，那再来就是写下今日事，并且借着祷告能够今日毕。那也相信在未来1年当中能够让上帝的话每天陪伴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要邀请连文杰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赐给我们这美好的主日早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只是谢谢你成为我们的救赎主。主啊，我们在宣告，如同我们今日诗歌，没有你，耶稣十字架上流血的牺牲救赎，就没有现在的我们。主耶稣，谢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没有十字架就没有我们。谢谢耶稣为我们流血的牺牲，只是谢谢你为我们成就了一切，没有十字架也就没有我们。在这圣诞节的这个季节里面，主谢谢你让我们这样有这个机会看到我们生命的盼望，活着的盼望就是你。只是谢谢你，求你来高摩我们一下读经祷告的时间，透过你的话语开启我们的心，能够更多来认识你，来高摩陈牧师的口，主啊，将你的话语赐下，让我们的生命得着成长和茁壮。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谢谢。那我们继续要来看罗马书的最后一个主题，就是神在世界上的公义。那除了从个人、家庭、教会、社会群体，那甚至到整个国家、整个世界。那在昨天12章开始，保罗以神的慈悲奉劝每一位信徒，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也是一种属灵的侍奉。那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的变化，来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神在世界上所要彰显的事情，是需要与圣灵一起来同工。那我们是肢体，而肢体互相联络，能够成为身体。那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不要被恶所胜，反而要以善来胜恶。那这一切都是要有圣灵的帮助，为我们祷告，用说不出的叹息，才能够让我们更加的查验什么是天父的意思，而不是人的意思。那今天要进入第13章的这一段呢，有14节。那讲到基督徒跟国家的关系，那更是国与国之间世界上的公义。那在保罗写罗马书的时期，当时的罗马帝国的皇帝正好就是尼禄皇帝。好，那么在读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有提到。好，但是在写罗马书此时的尼禄皇帝呢，那他还是在位的前5年。那以他在位前5年是出了名的善政的时期哦，那并非后期的暴君时期。
所以在历史上就是这样，每一位刚上来的都想要有一方面的表现，但是日久见人心，见人心如何能够忠心的仆人忠心到底那才是不容易的，而不是只有看前面的表现。那在罗马书13章呢，那也引发了这个神学上教会历史上所谓的两国论的议题那这两国论不是只有在我们今天台湾中国的两国论，那早在圣经当中就有这个两国论的议题。那除了罗马书13章，还有约翰福音的17章，耶稣为门徒的祷告，那也跟这议题息息相关。那两国论呢，它的意思就是两个国度的教义那在基督教的教义当中，那这两国论的讨论呢，从第4世纪的奥古斯丁那一直到16世纪的马丁路德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代表。那这当中有许多的教父或是神学家或是宗教改革者，那对这提出他的看法但是以奥古斯丁到马丁路德做两个代表。那奥古斯丁是从他的书《上帝之城》来提出了两国论，讲到了上帝的城终将胜过地上的城。那从一开始的是两个城的两个城的理论学说呢，那做这样子的善与善正与恶的对照。那到后来马丁路德呢又延伸出上帝的国和地上的国或是今世的国是一种对立的形态。那也是同样的基础，但是马丁路德又提出上帝的左手和右手两种治理各有所思就是这两个国呢并不会是一大一小而是同时并行。那这同时并行呢，那从奥古斯丁到马丁路德这1000多年来，也可以看到这个同时并行呢，的确可以看得更清楚。那一只手呢是属灵的国度，那属灵的国度的权柄是神的道，还有圣灵的工作。那个是属世的国度，属世的国度呢在于人所制定的公义的法律，并且能彻底执行。所以这两个国呢不是只有这个一个高贵一个卑贱而是需要两个同时进行，就像是人的左右手一样。那所有的信徒都是属于上帝的国，那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因信称义的人呢，就属于地上的国。所以怎么样从地上的国能够进入上帝的国？那罗马书13章呢，提供我们一个看见。但是在这个罗马书13章所要强调的重点呢，是基督徒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由圣灵来引导的人，他怎么样来维持跟社会国家跟权柄之间的关系。好，那我们接着就请文杰执事先带我们来读第13章的第1节到第7节。人人都应该服从国家的权力机构，因为权力的存在是上帝所准许的。当政者的权力是从上帝来的，所以抗拒当政者就是抗拒上帝的命令，这样的人难免受审判。统治者不是要使行善的人惧怕，而是要使作恶的人惧怕。你不要怕当政者，就得行善，他就会嘉许你，因为他是上帝所使用的人，他的工作是对你有益的。如果你作恶，你就得怕他，因为他的惩罚并非儿戏，他是上帝所使用的人，要执行上帝对那些作恶的人的惩罚。所以你们必须服从当政者，不但是为了怕上帝的惩罚，也是为了良心。你们纳税也是为了同样的理由，因为当政者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是为上帝工作，所以要还清一切所亏欠的，该贡献的要贡献，该缴纳的要缴纳，该惧怕的要惧怕，该尊敬的要尊敬。好，谢谢。好，那一开始就是保罗提出了基督徒与政府治理政府之间的关系。好，那当时的政府呢，在上位者，好，那的最大的位就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好，那保罗提出呢，当基督徒面对不论任何一个掌权者，甚至面对国家帝国的皇帝，
像但以理面对的尼布甲尼撒都应该服从国家的权力机构好，那这个现在中文译本呢，把这个意思呢，把它区分出来就是不是只有服从而已是顺服这个和合本是翻成人人都要顺服那但是现在中文译本呢，把它锁在是这个国家的权力机构。好，那就是掌权的意思。好，因为权力的存在呢是上帝所准许的，那掌权者呢最后还是来自于上帝的命令。所以顺服这个字呢，它原来的用意不是说顺服，所以我们读和本就是在上有权柄的人人要顺服。好，那么就会因为顺服这个字呢，就会照单全收。那所以很多基督徒只有读这个和合本的时候呢，他会认为就是我们的国家不管是谁当上了总统都应该顺服，但是这里的顺服的意思是指心态上要承认那个人是神的代表。那这个顺服有时候会用在基督徒对教会领袖的顺服，也会用在基督徒的妻子对丈夫的态度，也会用在基督徒的奴隶对主人的态度，或是年幼的对年长的态度，或是基督徒彼此之间要有互相顺服的态度在以弗所书第5章也有提到。所以基本上这个权威的根源是从神而来，因为每个权柄的都是来自于神。那所以这些权力机构权位者都是从神而来。那所以但是当他们跟上帝的命令抵触的时候，那当然就不必去遵从。但是在这里讲到顺服呢，不是这种盲目的顺服谁当就相信谁，所以就是100%。那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常常会错误的引用罗马书13章第1节，那就认为应该是完全的顺服，不应该吭声，不应该多说什么。那但是我们可以按照逻辑来想，既然这权柄是出于神，如果这个拿到权柄的人他所要做的跟神所要做的是不同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分辨，而不是去成为上帝的仇敌因为这个得到权柄的人用不公正、不公义、自以为义各样的方式那不是要为人民谋福利，不是来成为一个政治家，成为一个政客成为一个贪财敛财各样子的狡猾的手段的时候，那这一切都也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的权柄是出于神，那这个出于的意思也是借着神是因为神的缘故他才能够得到权柄。所以不论是古代的皇帝或是现在的官员、总统、市长等等，这一些呢的过程产生的过程都是神的灵在这当中运行。那神所命的就是神所立的，就是说这些的当政者呢是他们如果抗拒当政者是抗拒上帝的命令抗拒神所命的就是他们这些当政者是有在上帝的权柄之下，上帝的拣选之下那才能够在这个位置上，所以这是所谓的命定那第3节讲到统治者不是要使行善的人惧怕，而是要使作恶的人惧怕，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态度。一个做官的，一个当政的一个一个得到权柄的人他应该是要赏善罚恶就是对这些守法的人要带来继续鼓励，让他们继续愿意守法。而对这些知法、玩法、犯法的人呢，却要拿出警惕所以这个才是这个拿到权力的重要，因为这个权力呢，是一个力量，是一个 power。那第4节说，这个掌权者呢，他是神的用人这个现在中文译本是写所使用的人，所以这个用人呢，就是执行上帝命令的人，仆役。所以像尼布甲尼撒，那神也启示他，让他成为那个地上的国，从金的头到半铁半泥的脚，这样子的成为那个头像的第一个。但是他也要执行上帝的命令那这些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你若作恶就该惧怕，因为他不是突然佩剑，
或是空空的佩剑啊。好，这个佩剑在现代中译本的说，它的惩罚并非儿戏啊。好，所以这个佩剑呢，剑是指处死跟死刑啊，也是一种权威的象征。好，为什么你要乖乖的听他的话，把自己的命被处死？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权柄。好，所以他有这样的掌管生杀大权的权柄呢，并非突然或是毫无目标，而是有神的给他的权柄。好，那这个行善或是作恶呢，是一种跟基督徒信仰当中的因信称义，好，然后呢能够使神得荣耀的这种行善，好，跟这个没有因信称义，好，然后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种作恶呢，好，是不一样的。好，行善作恶这里是比较讲到的眼睛看得见的属世的，但是在罗马书前面提到的这个因信称义，好，善与恶，好，这个罪与罚等等是一个属灵的。好，但是一个有效管理的政权基本上会有一定的赏善罚恶，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啊，好，那才是一个执政者，好，一个国家机构，好，所应该要来追求的。好，那从历史上事实上也是这样。古代的人对于执政掌权者一个共同的观念，就是掌权者就是要称赞行善的，惩罚作恶的。所以保罗说，做官的人或是执政者、当权者是上帝的仆役。好，不论这个当权者他自己知道还是不知道，但是他在这个位置上最终仍是要成就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可以从历代志，今年的共读历代志当中看到，不论是南国这19个王一个后，那他们是不是成为上帝眼中看为善的王，或是看为好的王，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呢？好，那他们在那个位置上还是有上帝所代表的。好，那好的就成为人民的祝福，不好的就成为人民的警惕啊，成为历代执政者的警惕。就算这个执政者一时之间或是他的人生当中，他不执行公义，表面上看起来有偏差，但是最终他仍然是上帝的手中的一个棋子，好，让人引领来完成上帝的心意，而不是照他自己的意愿了。所以曾经那个想要成为这个世界霸主的，历史上许许多多拿到权位的，然后自封为皇帝的，把自己当作正的，把自己当作这个各样子的这个权力者呢，最终呢，都让人看到这只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教训呢。5、6节提到，所以在这样子的观念态度上呢，所以是要为了上帝的国完成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必须服从当政者。好，所以必须顺服。现在多一本再加上的，好，这个顺服是服从当政者，不是为了怕上帝的惩罚而服从，是为了良心而服从。好，这种良心呢，好，在这里呢，好，良心的意思就是知道掌权者的权柄是由神来，知道掌权者他是神的仆役。好，所以可能包括每一个能够主持开会协调的人，不论是民意代表，或是政府官员，或是在教会的长老，或是教会的牧师，或是小组长等等呢，好，这些呢，他们都是被上帝所拣选，能够在这个位置上有这个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权位，能够带领治理管理的时候呢，为了我们的良心，让我们知道这是上帝所呼召所拣选，所以我们应该要顺服他们的带领。所以今天的主日当中，我们有小组长、区长的就任式，同样我们在宣誓，在神的面前宣誓的时候，也是以这样的态度，知道他们的能够成为我们教会的小组长或是区长，都是从神而来。那再来第6节，保罗也提到，你们纳税除了是良心的缘故之外呢，好，纳税给这些的执政者，也是为了他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们是在为上帝工作。好，那这个纳税呢，在和本是这个执政者当得的就该给他，好，那当得的粮就给他纳粮好，纳粮那个粮的意思就是贡物或是税金，好，特别是指1年1度的土地税，就是你知道这个地方在这个国家当中，好，你就应该要缴你所在这个地方应该贡献的。好，那这个字呢，也是罗马时期的直接税就是直接该缴的税。
直接好每一个人好在这个地方不是白占地图，因为它是神的差役啊。好，那这个差役呢？好，他们是神的仆役或差役，专门在管这些事情。差役就是受差遣的人，指的是政府官员。好，专门在管这些事情，就是常常在特管，好，在执行任务，为上帝工作，专注于在上帝好的国，好，从地上的国到上帝的国当中，好，不论是过去到现在，或是左手和右手。第7节也提到说，所以要还清一切所亏欠的。该贡献要贡献，该缴纳要缴纳，该惧怕要惧怕，该尊敬要尊敬啊。好，那现在中文译本好也是用意思上的翻译，好，所以这个该给好就是它的意思是偿还、补偿、给付或履行啊。所以我们有在这个地上国好或是国民的义务，好，这义务呢就是我们身为我们的亏欠还不够，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或是在天国当中也有天国的义务，就是我们是先得到恩典，那我们才能够住在上帝的国度当中。好，那我们在这个国家也是先有这个国家的前人，好，所谓的抛头颅洒热血，好，那为我们建立的这个安全的家园，所以我们本来就亏欠他们。那我们呢有今天的言论自由，也是有人争取了言论自由，所以我们亏欠了他们。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明白，有这样知识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要纳税，要缴纳，而不是说这个我就是天生的，我本来就是出生就是这个国家的人，我就应该享受这个国家给我的一切，好，并不是这样。好，那这个是一个愚昧无知的想法，好，只有想到自己。但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有知识的人，好，他会知道。好，那这里讲到了该缴纳就要缴纳，该贡献就要贡献。好，那讲到得粮和得税啊，好，那这个粮是直接税得税呢是间接税。好，不论是直接税或是间接税呢，都是为了要让我们在地上的国好来成就天上的国，好，让我们所眼前的国能够来完成上帝的国。好，所以我们有在13章有这样子的看见和明白的时候呢，好，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所处的地上的国，每一个国都很重要，而每一个国都要来迎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好，所以该惧怕就是该敬畏，该恭敬就是要尊荣、要尊敬。所以基督徒不应去羞辱一个国家的元首，即便这个元首再怎么样糟糕，但是也不会用这种羞辱的方式。就像一个妻子，她也不应该去羞辱她的丈夫，即便她的丈夫再糟糕，因为羞辱自己的丈夫，妻子羞辱了自己的丈夫，就是羞辱自己的头啊。那一个教会也不应该去羞辱一个教会的牧者，那不论这牧者表现得如何，但是等于也是羞辱了自己，所以我们应该知道这样的权柄和连带的关系。那另外一边来讲，好，那国家也要照顾人民，丈夫要爱妻子，那牧者也要牧养教会，好，这都是应该做的，互相彼此应该尽的义务啊。好，所以保罗认为在一般的状况底下，基督徒要顺服，但是这种顺服不是一个皇帝崇拜然后吾王万岁万万岁，或是这个希特勒效忠希特勒这种集权政府。保罗所说的一般通则就是要顺服政府，因为这个政府的掌权是至少无论再差都是上帝所允许的状态。好，所以我们要但是我们却会把它当作对抗政府、监督政府是一种常态。好，那这个是要帮助政府更好，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为了把政府拉下来，要让政府垮台，好，要倒戈好的这种监督心态，好，是完全错误的。好，因为这也不是站在神这一边，而我们应该是要为他们祷告，而是要在顺服当中去看出上帝的心意啊。好，所以统治者耗费心力管理我们，好，那他应有的回报我们应该要给他，像欠债一样。那包含各样税金、敬畏和尊荣。那一般原则对政府的态度，就是如罗马书13章前面1到7节所说的。但如果政府跨越了神所赐的权柄的时候，那信徒效忠的对象当然是以上帝为优先，而不是政府。所以在使徒行传的第5章29节，好，那我们也使徒行传第5章的第29节，
好，这里提到了就是彼得和使徒回答，好，就是他们在公会受迫害的时候，大祭司迫害之后，好，彼得和使徒回答说，我们必须顺从神，胜于顺从人哦。好，那因为像这些的门徒，他们没有顺从大祭司，顺从公会，好，那他们被审问，但是他们很清楚，好，神的旨意的时候，这也是在圣灵的充满带领当中，他们所看见的。好，甚至彼得前书第4章，好，也有提到，好，甚至愿意受到政府的逼迫，好，但是仍然效忠于神。好，那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当中，好，政府之外，我们也有各种的老板、各种的上司，这个的伦理原则呢，好，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职场和生活当中。好，他能够成为我们的老板，他能够成为上司，好，他能够成为我们的师长。好，那不论他的个人如何，但是都有神所付给他的。好，接着再请文杰带我们来读第8节到第10节。千万不要负债，只有彼此相爱是你们该负的债。那爱别人的，就是成全了法律。法律的命令规定，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盗窃，不可贪心。这一切以及其他的命令，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条命令里面了。一个爱别人的人，不会做出伤害他人的事，所以爱成全了全部的法律。好，谢谢。好，那保罗提到说，我们对政府的心态就好像是亏欠负债一样。好，那8、9、10呢，讲到爱心与法律。好，那讲到这个亏欠，不仅是对政府亏欠，是对每一个人都有亏欠哦。好，那这个亏欠是彼此相爱，就是凡事都不可亏欠于人。好，意思说要养成不欠任何人什么债的习惯哦。好，得到人家的好处，好，我们要献上感恩，好，要回报，要祝福，好，而不要亏欠，或是我们好甚至最基本的，不要有未偿还的债务，好，更加见得或是舍的或是借的，好，都应该要偿还了。好，但这里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借贷款，而是说基督徒应该要按照合约，好，合理好的这个状态呢，好来偿还。甚至也不可以一再的或重复的欠债或负债哦。好，那法律的命令是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心。好，那这是10诫当中的后面的4诫哦。好，那这些的诫命呢，好，就是在提醒我们第7诫、第6诫、第8诫、第10诫了。好，那这些在提醒我们，就是这些爱呢，出于爱而不去做这些的事情。所以在旧约当中是不可以，但是在新约当中是因为爱，所以我们去做了什么正确的事情。所以之前有提到律法是给我们60分，但是圣灵来使我们成圣，能够往那100分来前进。而这成圣的过程就是一个爱的生活，爱的力量，爱的人如己，都包含在这里啊。所以这就是律法的总纲啊，或是律法的爱成就了律法。利未记19章第18节提到爱人如己。那这也是我们明年1月份开始读利未记，我们要抓住的重点。所有的诫命条例，所有的祭，这些的对上帝的献祭，还有所有的节期呢，其实就是要学习操练一个爱人如己，爱神大诫命跟爱人的生活。所以爱呢，完全的律法，不去加害于人，不会去行恶事哦。好，那再请文杰带我们来读最后11到14节。你们必须这样做，因为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时候，这是你们该从睡眠中醒过来的时候。现在我们比刚信的时候更接近上帝的拯救。黑夜快要过去，白天就要来临。我们不可再做暗昧的事，要拿起武器，准备在日光下作战。我们行事为人要光明正大，就像生活在白昼中的人一样。不可纵欲醉酒，不可邪淫放荡，不可纷争嫉妒。但是你们要以主耶稣基督装备自己，不要只顾满足肉体的情欲。好，谢谢。好，那保罗除了教导论述，好，那他还挑战呼召，好，甚至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起来去进行哦。好，所以因为耶稣基督再来，所以我们应该要警醒，
要脱去黑暗，好，要行走在光明当中，还要穿戴光明的兵器哦。好，黑夜已深，好，就是黑夜已经前进，好，正在进展，好，但是我们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所以要脱掉黑暗的行为，好，因为黑暗会吞噬人的生命，而要换上白天，就是天国的武器，好，所以天上的国，我们要从地上的国要继续的前进到天上的国，好，但是我们要跟地上的国，好，掌权者，好，要如何的一起来配合，一起来迎接神的国，好，那这是一个智慧，好，也是需要靠圣灵的帮助能够来达成，好，那在明天的14章，好，会提到神的国，好，是怎么样在圣灵当中的公义、和平和喜乐，好，那这一件事情，好，也是我们要去达成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和目标。所以我们要行事为人，要端正，要披戴耶稣基督。刚才我们读到现代中译本说，要以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装备啊。好，所以我们的基督徒应该是要端正，就是要规规矩矩，要守规矩，而不是破坏制度。好，但也不要在荒宴过度的宴乐当中，或是好色、邪荡、淫荡、纵欲，好，性关系的放荡，好，或是有争竞、有斗争、有纠纷、有不和，好，那在教会或是连基督徒当中都不和，当然在社会国家更会这样。好，所以我们应该是基督徒，是地上的国的一个明灯，一个榜样。好，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的来省察自己，要以主耶稣基督来装备自己，而不要只顾满足肉体的情欲啊。那装备自己就是披戴主耶稣，就是让自己的身上活出耶稣，穿上耶稣的衣裳一样。那在当时的希腊舞台剧，要演员放弃自己的身份，全心投入他所扮演的角色。同样，我们可能有各自的家庭背景，或是在地上世人对我们的期待的身份，不论我们是各行各业，但是我们要披戴主耶稣，像是一个舞台剧，能够全力扮演好基督徒这个角色。所以要安排，不要安排肉体啊，就是而是说我们要事先的去想好，要计划好我们的人生，好，要先做好安排。好，所以今天是10月29号，好，那在2天，好，就是2025年，我们做了什么样的安排？好，对未来，对接下来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国家、我们的人生，我们做了什么样的安排？好，在圣灵当中，我们要行走在白昼，不要浪费，不要懒惰，不要只有昏昏沉沉的过日子，浑浑噩噩，而是要安排，因为这也是箴言在提醒我们的，不是满足私欲啊。所以因为基督徒有见耶稣的盼望，知道耶稣要再来，所以我们只知道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是不足够的，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把福音活出来，见证出来，分享出来，所以我们要做好这样的安排。好，今天这段经文只有短短的14节，但是对你我、对国家、对世界来讲是非常的重要。那保罗提供的原则其实也值得我们去斟酌，而不是只有盲目的顺从顺服，而是要知道这个权柄在于那个权柄，尊重那个权柄。好，那如何能够让这个权柄使地上的国能够行出天国上帝的旨意？好，那这也是基督徒要追求的，把神的国能够带下来。好，今天13章第1节讲到，在上有权柄的人人要顺服，因为没有权柄不是来自于上帝的，掌权的都是上帝所立的。好，所以这也讲得很清楚，我们顺服的是那个权柄，而不是顺服那个人，顺服那个官员，而不是顺服他的私欲，不是。第7节到第8节，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就给他纳粮，当得税的就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你们除了彼此相爱，对任何人都不可亏欠什么，因为那爱人的就成全了律法。好，所以我们要把这样的亏欠变成是一个彼此相爱。好，那政府也是一样，好，这个政府要成为一个爱的政府，好，能够使人民彼此相爱。这个父母亲要让他家里的子女能够彼此相爱。好，但这教会的治理者要让教会的信徒能够彼此相爱，好，才是成全的律法。最后13、14节，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在白昼行走，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淫荡，不可纷争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可只顾满足肉体去放纵私欲。好，那这是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
是一个与圣灵同行、与神同行，是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是一个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不是只有这个上面文字所写的，而是它是一连串的过程。好，当我们从因信称义，好，明白自己是罪人，然后因信称义，然后因信成圣，好，然后因信受苦，因信得荣，然后并且我们要在世上活出神的公义的时候，好，我们就能够为主发光，为主做见证。好，所以这是一个很清楚的路线，好，但也是一个不容易的路线。好，但是当我们清楚知道明白之后，愿意去遵行的，就会去经历上帝的话的信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让我们生长在台湾中华民国，让我们在这个地方一起成为同一个国的国民，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也是做天国的子民。即便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国家当中有许多的不同的意见或看法，但是为国家前途，为了这个国家的人民，我们应该要来寻求上帝的心意。上帝你如何的拣选台湾这个岛屿，让这个岛屿经历400年来有9个政权的统治，我们如何能够以神的属灵的眼光，看见台湾如何能够成为世界之光，台湾如何能够成为在这世界上的一个美好的见证。求主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能够把握这个机会，能够抓紧这个时刻，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神美好的形象，能够来见证神奇妙的作为。再次也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每一个家庭，为我们的职场当中各样子顺服的功课，求主让我们有属灵的看见，也让我们能够顺服，就更加的蒙福。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谢谢牧师，谢谢平安，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谢谢平安。